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顶个月带团去香港参加旅游博览会，不过其中一个带团的旅游业者入境香港的时抓去巷口押，理由是25年前伊涉嫌一桩洗钱案。咱的陆委会表示，这个查某业者的背景真单纯，目前已经启动急难救助机制。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顶个月带领花莲县府去香港参加旅游博览会。不过，内底一个姓陈的负责人，伊伫入境的时阵去互拘捕，人去巷口押，到今也未交保。花莲县长徐正伟初六表示，县府有通报甲协助，对香港政府以刑法洗钱的罪名，甲咱国的民众拘捕。陆委会嘛启动急难救助的机制，甲通报家属。我们那时候也强烈要求，在里面的我们陈姓的女士，她也有人权，她也可以发声所以我们当时也请了这个香港当地的律师，能够给予协助。代志发生在2月18日，徐正伟、鲍坤琪甲30个代表飞去香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入境，就去互发现伊的身份有去互注记，去互香港警察单独问问题。花莲县府隔当天收到信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若像牵连食钱的案件去巷口押，有随通报陆委会。2月20头一届开庭，这段时间县府甲调防农场拢有斗找律师。2月28已经开第1届保释庭，按算3月17会开第2届，4月17会开审判庭。那明天3月7号他会有第2次的提出的交保复核。那我们港处的同仁都有到法院去聆讯。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若像加入起一件25年前洗钱的案件，不过传出伊伫2019年就捌去香港，迄当阵并无去互逮捕。香港的警察伫这个时阵抓人，陆委会嘛惊一条。在香港目前已经没有我们陆委会的正式人员，都是香港的雇员所以当然在服务类似的案件或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确实会受到很多限制。两岸情势紧张，去年发生咱国民众去香港旅游，因为伊的名、英语的拼音，甲前立委单片为同款，互带去世间房间问问题，推测应该是去互注记做是黑名单。陆委会目前要是甲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标示做感染式的灯号，嘛讲到有几件民众去巷口押，留伫遐甲清查，提醒咱国民众若非必要，建议莫去遐旅行。记者综合报道。